尽无畏，则屡迁之极；顺养报一，则坤训之宜。盖自上古真人之修，垂为后世道家之教。其言语象，足与黄老之书表里，庄烈之说印证者也。故义之经为直通天人，庞达一切，立圣成德，诸家立言，莫不归本代宗。朝宗罕弱者也，故谓亦为一家之言。吾宁为诸教之经，为化为伏羲文王之作。吾宁为上古传真之本，此非可于言文所尽，象爻所得，必尽而求其意者也。故义之为学，真乎言文，不过谓之节之求，同盟之所至也。直乎爻象，不过谓物表之意，比例之所为也。欲通其意，会其规，得其情，远其始，则必似置于言象之外，而玩所乎圣人之教耳。且夫意象本于河图，卦爻分于太极，河图之数，成于天地，而五行元二气也。太极之分，化为阴阳，而两仪人同一宗也。推其变，则千万无尽；究其源，则一致有归。此真义之意所由来，而要中之辞有其故也。今之言义者，不图其理，妄议其物，不会其规，妄揣其知，越驰越远，不得其宗，则茫无纲领，越推越分，不知其要，则好无涯肆。在此言此，而莫通于彼，以卦论卦，而不彻其用。虽言之若有物，而审之中模式，此亦道之混沌，而今义之纷纭也。夫善为言者，必先其纲目；善为事者，必正其本末。天下虽大，不外于道；人物虽数，不离于身。以简喻之，则志有余；以分理之，则力不足。故老氏贵守一，孔子贵至中，忠与义皆天下之大本也。得其大本，知业从之，治其中一，变化见焉。虽卦有多变，爻有多利，象不可尽，而气义也。言不可穷，而术义也。气数可通，神用乃见。故智者察上，愚者察下，明者得精，昧者得粗。悠游清净之门，则天地渺焉；永为淳朴之乡，则生化寂焉。心于自然，则与天同道；乐于太虚，则与道同用。圣人不以文为美，不以多为胜，不以物治其神，不以术治其器，
虽有卦爻，非以卦爻苦人之心也；虽有图物，非以图物故人之性也。故象以义利，象有尽而义无尽；象以严明，象有归而言难归，以其物也。非神之类，器也；非道之门，则假之为图可也。非止于事也，屈之为导可也。非至于事也，因其性情，明其顺逆，为鬼以测日耳。非鬼吉日也，为度以量的也，非度吉的也。故学者当志于上，而求其本；勿逆于下，而忘其境。先圣之治，后圣之师；先民之行，后人之法。果求而进，则言象俱在；物至于德，则言象亦徒然耳。是之君子，当不和汉私语，